15年嚟，白仔一直喺路環北安地盤一帶流浪，日曬雨淋，獨自捱過一日又一日。如今佢終於可以告別漂泊嘅生活，可惜迎接佢嘅並唔係安穩嘅晚年，而係骨肉瘤帶嚟嘅病痛同考驗。6月1日，本團接收咗呢隻約15歲嘅雄性年老唐狗，並為佢改名叫白仔。接收當日已經發現白仔右前腳明顯腫脹，行路亦受到影響。本團隨即安排佢接受檢查同治療。從 X 光片可以見到佢右前腳嘅尺骨同梟骨已經出現嚴重溶解，原本應該完整嘅骨骼結構已經受到明顯侵蝕，患處持續腫脹、發炎，亦有滲出液，甚至存在突然骨折嘅風險。除此之外，血液檢查亦顯示白仔有輕度貧血同低血糖，呼吸道檢查亦驗出支原體陽性。現時佢需要隔離照顧並接受藥物治療。考慮到白仔年事已高，加上右前腳骨骼已經嚴重受損，經同獸醫商討後，現階段會以安寧照顧為主，暫不考慮手術。白仔嘅生命已經進入倒數，但至少佢唔使再獨自在地盤流浪。接落嚟嘅日子，本團會繼續陪伴佢，留意佢嘅身體變化，按實際情況安排所需照顧。亦懇請大家為白仔送上一句打氣同祝福。